今天我们在老挝金三角38个626国际进步日，为了进一步彰显特区管理委员会ท่านคำแสวงวิไลพงศ์หัวหน้าห้องการองค์การคุ้มครองบริหารเขต禁毒一日不绝，禁毒一刻不止，绝不纵容，以特区之光，照亮金三角。生命在挥舞伤悲，不要让生命再失去遗憾。孤独黑夜的前方，还有曙光。不要让生命再破碎荒芜，冰冷寒冬的世界还有阳光，把生命的希望点亮，生命在手中，轻易别放松，抬起头，勇敢向前走，生命在心中，狂风暴雨依旧，有梦在，奇迹会出现。不要让生命再挥舞伤悲，不要让生命再失去遗憾。孤独黑夜的前方还有曙光，把生命的天空照亮。不要让生命再凋谢漂泊，不要让生命再破碎。冰冷寒冬的世界还有阳光，把生命的希望点亮，生命在手中，请别放松，抬起头，勇敢向前走。